国民党今日召开记者会，指控民进党的新北市立委参选人何博文，伊伫咧淡江大学研究所的论文涉嫌抄袭，有到85%的比例。何博文强调，这论文是符合标准，愿意接受学论会审查，也批评国民党是为着要救洪明凯选情才做政治操作，而且要求讲这洪明凯论文也着爱公开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下晡也和何博文做伙出现，要介绍听。 大家好，我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转战新北市第一选区要选立委，佮拍出北海的金控这个口号。不过国民党开记者会，指控何博文2003年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涉嫌抄另外2本学术论文，经过比对，相共的指数是到58%，质疑民进党下顿条款根本就造假的。我再请问一下民进党中央，你们学伦审查小组有没有审查过何博文先生的论文啊？如果有的话， 请问一下，你们切结书是签什么意思的？对这何博文是发出3点声明，表示讲比对论文小强度是比15%搁较低，并无超过淡江大学得到硕士学位的标准，愿意接受学论会审查，批评国民党是咧做正恶质的政治操作，就是要救家己的参选人洪明凯的选情，要求洪明凯嘛要公开论文的电子档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下晡和何博文共台嘛大力支持。 我们希望洪孟凯委员你也公布你的电子档，只要你敢公开讲一句，说我洪孟凯委员就是认定你何博文论文抄袭，我一定提告。另外，国民党嘛讲，新任的国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延全有学术的买贷，涉嫌抄家己学生的论文，佮提起贵刊投稿，进程都已经有人逼了，但是教育部嘛是甲有争议的陈延全升官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要如何带领？我们的这些学术界重视学术伦理。陈延全较早是清华大学借调去做教育部综合规划司的司长，初一早起是正式接国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长。8月逼出抄袭的时阵，伊捌回应讲，这毋是事实，家己绝对无抄。但清大已经启动学论调查，照规定会伫4个月内做成结论，交予教评会去审议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